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总统选战上新的消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副总统参选人赵少康正式宣布合作参选了后，昨暗时去偌清德的票仓，伫台南的海岸路、红路举办头一场大型的造势晚会。主办单位讲，现场有超过3万人。 校工会出击，第一场大型的造势就经伫台南偌清德的本命区，红龟拼人气。侯友宜甲赵少康跟他入场就行10分钟，大卡加油声正响。朱立伦、王金平、谢良介也上台助选，展现团结的气势，也批评对手。派系人们争权夺利了，让我想起来什么？就像古时候那个土匪进京以后烧杀掳掠、抢夺，无恶不作了。 就变成这样。人美国嘛讲过，无支持台独。你要把咱台湾引向咱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安尼嘛？校工两人全力批评敌营，讲既然民进党不爱办备案，就换侯友宜成立新的特侦组来查办。赖清德，民进党的主席，房间有大象，房间里有大象。 你看不到吗？你装聋作哑吗？弊案在哪里？你不知道。赵少康讲，总统选战在也无法度合作，不过伫咧中央政府甲立法院也是能甲民众党合作。以后在中央政府的层面，在立法院还是可以合作的。伫咧平湖造选的韩国瑜虽然人无到现场，不过有录影片听校康也争取政党票。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第1名，我们一定 带领的所有立法委员，让台南乡亲刮目相看。国民党校工会就会合体那样的大卡，第一场大型的造势就抬到台南对方的本命区，算是战斗开始。记者综合报道。